係 Lavender 玲玲算命師，好感恩大家喺度見到我。今日想講下一個名人嘅八字 Charlie Kirk 查理柯克。佢係一個美國嘅政治家、創業家，喺美國青年組織擔任董事，經常喺社區中心、學校同一啲大學生討論同埋辯論時事議題。但好唔好彩喺2025年9月10號咧，不幸地遭遇到槍擊案逝世，享年31歲。我哋講下佢個八字，佢嘅八字咧係戊土命，出生於戌月燥土，八字係身強，財星透干，一生可以駕馭到財富。佢嘅八字咧少年運係極之好嘅，佢喺早年咧八字係有3個都係金水，金水為之喜用神，即係話由出世至到20歲咧都係非常之順利，讀書學習成績都好，學嘢快，舉一反三，要學乜嘢都學得識。屋企人咧提供一個好好嘅環境俾佢啦，富裕嘅環境，屋企比較有錢啦，亦都得到屋企人嘅幫助。相信咧佢喺學校咧一定受到好多異性緣啦、女同學嘅歡迎，人際關係都相當之唔錯。喺呢段時間咧暢通無阻，好似 Mario 咁咧食咗星星咁，想點就點。但人生咧太順利咧，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嚟㗎。遇到逆境嘅時候咧，最好就唔好一味衝，要收斂一下鋒芒比較好。人生嘅挫折咧，通常都會出現響行衰運嘅時候。如果喺中年出現咧，咁個人會唔會受得到呢啲挫折嘅打擊咧？睇到佢嘅八字咧，偏財為喜用神，人際關係相當之好，待人處事比較圓滑。你見到咧喺辯論比賽度咧，佢會展現到佢嘅機智敏銳啦，頭腦靈活，適合做生意，做一啲風險比較高嘅生意，投機性，例如係股票投資嘅活動。佢八字咧地支合咗一個強嘅金局，辰戌酉。金咧又係喜用神，佢呢一生咧都會得到貴人嘅幫助，扶搖直上。咩意思啊？工作咧能夠發揮到佢嘅優勢啦，佢嘅靈活變通啦，亦都俾人哋睇得到佢嘅才能才華，得到賞識。比肩咧為之忌神，佢嘅自我意識比較強，剛愎自用啦，俾人感覺目中無人。會變得點樣？會變得堅持己見啦，而容易同人發生爭執衝突，影響人際關係。咁呢度會睇到咧，佢參加好多辯論比賽啦，同啲學生討論時事，經常同啲學生爭執對與錯，分高下，令人哋覺得咧佢高高在上。而你又會見到咧，佢同啲女同學啊、女學生討論嘅時候咧，氣氛係比較好嘅，佢嘅心情咧都寬容啲嘅，多啲笑容，開心啲嘅。因為財星為用，財星可以解女性朋友、女朋友，所以同女同學或者女士去傾談嘅時候咧，都對佢有幫助，或者唔會激起佢嘅忌神，令到佢更加固執己見。反而有財星嘅出現咧，令到佢係會舒服啲啦，運勢都會好啲嘅。另外咧，你又見到佢同男性去辯論嘅時候會出現咩情況呢？就會令到佢太過自信啦，或者太想拯救人哋嘅情況。本來咧佢一直都行好運嘅，就算有呢一個性格嘅特質啦，比較固執或者唔聽人講啦，都唔會有太大影響。咁由於咧喺2015年去到2054年行呢個40年嘅火土大運，亦都見到咧佢喺2030年咧係比較容易失業嘅，工作極之唔順利啦，工作唔穩定。而行火土運咧會令到佢比較自我中心，唔能夠體諒人哋嘅立場啦、難處，亦都比較難同人哋和睦相處。佢本身咧水都旺嘅，金水旺啊，咁佢人緣其實唔錯嘅。面對一啲爭執咧，佢內心其實都好唔服氣嘅，亦都唔能夠服從上司嘅指令。加上女性朋友咧對佢係有利嘅運勢，但係結婚之後咧戊癸合火，感情係唔利於佢本人嘅。亦都見到咧婚姻生活咧有機會影響佢嘅運勢啦。婚姻生活咧同另一半咧有機會唔係幾融合，相處上會比較多矛盾。你見到咧嚟緊佢係行40年嘅比劫印星運，代表咩咧？賺錢啦，工作運咧比較困難，多勞少成，付出好多，事倍功半，係一個極之艱辛艱難嘅運勢嚟嘅。簡單啲講就係行衰運啦。咁呢度都想講下啦，多啲行善積德，做多啲好事，
想要改變命運呢，就一定要做足夠嘅善事，可以念經，不論係心經、大悲咒、六字大明咒、地藏經，可以聽經都可以嘅。播佛經俾一啲眾生去聽，捐助貧困，幫手執下垃圾，幫助一啲流浪貓狗。喺日常生活裏邊嘅點點滴滴都做一啲善事，多啲行善積德，發自內心去利一切嘅眾生。相信呢，愛出者愛返，福往者福來。今日分享到呢度，好感恩大家嘅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